过去2年，中国当局多次承诺将帮助追查任何有关东突厥散儿童失踪的报告，以证明他们没有被强迫与父母分离。中国首次公开承诺帮助寻找哈里布·托尔逊的孩子是在2019年。当年7月，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接受 BBC 直播电视采访时说：“如果你们知道有失去孩子的人，就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刘晓明否认在东突厥散地区的政策可能导致大量儿童与父母分离，但他表示，如果我们有任何证据，他会进行调查。但追踪这一事件的 BBC 记者沙雷报道说，这些承诺尚未兑现。华盛顿邮报在6月27日的社论中称，中国利用美国社交媒体掩盖了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屠杀。文章说，成千上万的宣传视频是中国掩盖习近平政权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种族灭绝的国家运动的一部分。这篇题为《中国出口宣传世界震惊》的文章补充说，中国的宣传运动对那些受到威胁的人来说仍然非常可怕和危险。文章中称，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在一些视频中，74岁的维吾尔活动家热比亚·卡迪尔的家人被迫发言。西方外交官员周五对美联社透露，中国曾对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推出支持加强对东突厥散人权进行调查的声明，否则将扣留预定运往该国的中国制疫苗。上周二，以加拿大为首的40多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交联合声明，呼吁中国立即开放独立观察人员进入东突厥散调查人权状况。乌克兰曾短暂加入这份声明，但随即在周四退出。2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向美联社透露，乌克兰退出声明的原因是中国威胁扣住原定交付乌克兰的至少50万剂中国疫苗。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5万，以便对中方首次采取进攻性防御态度。彭博社引述4位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过去几个月内，印度已经向中印边界的3个地段增派了地面部队和战斗机中队。目前部署在中印边境的印度兵力已经增加到了20万人，比去年增兵约40%。官员们表示，除了士兵外，还向该地区派遣了重型武器和战机舰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我们与中国包括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在内的金融领域里的合作日益得到增强。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普京在会晤中称，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从2001年至今增长了14倍。普京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不存在互相领土主张。普京和习近平在这一会晤框架下还签署了旨在延长已满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一份协议。美国国会众议院一组2党议员推出决议，谴责中共100年来不断践踏人权，并表示期盼中共不再存在党庆那一天。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院麦克加拉格尔星期五联合一些2党议员推出了谴责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侵犯人权，并与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决议。据国际媒体报道，决议草案谴责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压迫、酷刑、折磨、大规模监禁和种族灭绝，支持中国人民独立与一党统治的自觉和自由政治表达的固有权利。决议列举了议员们所说的中共在历史上的一系列恶行。这份决议还提到了中共最近在东突厥散严重践踏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决议声明，美国相信中国正在针对维吾尔人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辩称，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并不像西方媒体所反映的那样。他表示，他们与北京有着基于信任的牢固关系，他们接受中国对东突厥散所说的话。伊姆兰汗祝贺北京政府打击腐败，使亿万人摆脱贫困，同时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特的模式，对我来说，这可能比任何选举民主更引人注目。